说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讲吼，现代老爸老母甲囝有当着咱两代人看法观念无共，起吵嘴加减的。亲像迄个后生有当着吼，唔出门，点出人咧做点工具。老爸老母看到心头的压榨，会甲念呢，念讲你安尼好脚好手啊，唔出去找一个头路。即句好脚好手，台语的成语，一项特色就是头一字甲第三字拢好，拢共一字哦。啊，第二字甲第四字咧，拄啊意思相对比。有影呢，脚甲手意思相对比呢。啊，好脚好手解说就是讲吼，你安尼六脚长手啦。啊，咱唔出去找一个头路，啊，若唔找头路，搁安尼无暝无日关伫咧房间内。讲即句无暝无日，原来台语的成语。啊，特色原来共款，原来头一字甲第三字共一字拢用无即个音，啊，第二字甲第四字咧，这吼意思原来相对比，暝对比日，亲像讲好脚好手，脚对比手共款。这真正国情啊认真去整理，台语日常伫咧对答，常常咧讲的成语，毋是国情生出来的话哦，毋是哦，这是人自然咧讲，国情是捡起来尔哦。结果后生听到老爸咧念讲安尼。无暝无日关伫咧房间内，爸，是你毋知影我伫咧变啥梦，我吼咧做大头路啦。你若真正互我研究出来，我甲你讲，下半世人才先看我啦。因老爸吼听到囝安尼讲尔，害头，翻头要行出去。因后生甲讲爸你懂咧，你若搁安尼念，搁安尼对我失望，我是敢品文品武哦。当然啦，无迄个不好的后生遮尔超过啦。国情安尼讲品文品武是共款，台语的成语我用故事互你好记啦。品头一字甲第三字拢用品，啊品是啥？品就是讲大声叫做品。咱讲照品照行，甲你品讲吼，你若做电视台总经理，但吼总经理门口埕爱设一个游泳池，互我逐工来遮收水哦。咱品就爱做会到哦，姊啊。当然照品照行，这个品就是一个趣味啦吼。啊品文品武就是讲吼，文的也敢，武的也敢。爸，我甲你翕也敢，甲你亮也敢，我摕拳头母甲你整也敢。无即个遮不好的囡仔啦，品文品武，就是国情头拄我来讲，原来一句台语的成语，文甲武原来对比，这是一个趣味，是国情讲故事，互你好记，互你会记得讲台语的成语内底有即款特色，头一字甲第三字用相共的就对了。